係啊，因為有好多外國人啦嚇，都好中意東方文化，所以咧世界賽咧係有歐洲嘅旗友啊，同埋呢個美國嘅代表啊，咁樣都有。呢個聽到呢個即係呢個事件嘅主人翁咧，我覺得好勵志嘅故事啦，即係亦都係 Jack 你身邊嘅朋友院友。跟住另外我又諗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如果你嘅人生，譬如揾到你個棋盤就係你嘅興趣啦嚇。我以前細個嗰啲咧，有對於接觸捉棋咧，頂多係啲學校嘅中學又好啊，大學年代有啲學會式咁樣啦，去學習啦，或者去同啲同學捉下棋。但係如果你將佢變成發展到係好迷上嘅話咧，甚至乎佢係淨寄託到佢人生都個軌跡都轉變咗。因為我記得 Jack 你之前好似有同我分享過咧，你細個迷捉棋咧，迷到一個點係可以係你好似係擘大眼合埋眼，你都會諗起個棋盤嘅喎。呢個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咧？係即係令到個場景，我覺得好電影嘅感覺，或者好電視劇集嘅感覺。嗰陣時咧就細細個，因為冇乜嘢地方玩，冇乜嘢玩，咁同埋咧我就唔中意同其他人玩嘅，我唔係太合群嘅，因為嗰陣時細個有社交障礙。但係以前咧冇呢個概念嘅，因為咧嗰陣時仲未研究到啦。而家咧就話叫做嗰啲小朋友係 SEN 啦。咁其實細個我嗰個年代係有嘅喎，只不過咧 SEN 就即係特殊教育嘅需要嘅學生啦。嗰陣時就冇咁科學咁清晰劃分到呢批嘅學童係有呢個特別嘅需求，你就係啦，只係覺得呢啲小朋友係好難搞，好怪，係好唔合群，專門搞事嘅咁樣，被標籤咗，係啊，被標籤咗，係。咁好啦，咁而捉棋咧，我就可以自己同自己捉。當然啦，而家嘅我認為，你會自己同自己捉嘅，係啊。當然啦，開頭都係亂捉嘅階段，即係多個殘局嚟去試。我咁行呢幾步，係啊，咁啊，冇錯啦。係對方呢步，然之後又試下，我行呢步，然之後咧，咦贏唔到喎，試下對面加隻棋先，對面加隻棋已經贏唔到咯喎，我就自己又加隻棋。於是者咧，成日都喺度諗啲棋，因為個細個嗰陣時咧，我細個嗰陣時咧，我覺得好正嘅，因為細個咧冇乜地方可以俾我自己自由發揮。可以自己掌握啲嘢，咁咧但係咧棋咧就可以，咦自己可以控制千軍萬馬，OK，冇咩可以控制得到噶啦，咁啊，咦棋可以控制晒喎，同埋咧當你諗到啲計仔嗰陣時咧，咦人哋又中招嘅話咧，人哋咦中計喎，咁樣自己係好開心，好有成就感。OK，咁嗰陣時痴迷程度咧就係我嗰陣時我瞓下格床，上格床個床底咧我畫咗個棋盤。我仲記得嗰個棋盤咧就係畫錯晒嘅，畫多咗條線。咁但係晚晚咧就望住呢個棋盤咧就喺度幻想緊啲棋就係咁瞓着啦。咁呢個情節咧其實咧喺我數完傑青之後啦，大約1年後咧，咁其實有個美劇叫做《後翼棄兵》，其實都好似，因為咧講緊嗰個女主角就係兒童院長大，亦都係咧好似係話都係幻想啲棋盤，幻想啲棋局咁樣，瞓着覺就係啊，冇錯啦，望到嗰啲棋盤，即係棋子嘅喐動咁樣。係喺當時咧，我啱啱選到傑青，即係2020年嗰陣時咧，亦都係有透露過呢個情節啦，即係其實喺呢個美劇之前嘅1年，咁某電影公司咧都曾經咧揾過我咧，就想將我個故事咧拍成電影。咁但係因為種種嘅原因啦，最後都未能成事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相信係可以早一步咧，快過後翼棄兵咧，去喺銀幕同大家見面。我變咗一個港版嘅係啦，冇錯，Jack 係冇錯 ，OK。咁呢樣嘢即係亦都印證得到，其實你只要對一件事物發生好濃厚興趣咧，其實你就真係頭先你都講過啦，個人頭頂一片天啦。喺棋藝上面你可以深造到呢個咁嘅水平，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值得，即係我諗我哋嘅欄目，我哋呢個訪談都好中意反覆去睇，即係每一個嘉賓嘅成長歷程。呢樣嘢點樣去導致到你嘅人生軌跡行到而家咁樣嘅成功嘅路徑咧？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值得驕傲。咁另外一樣嘢，啱啱我記得我哋有講嗰個 topic 就係話棋咧其實唔係咁靜態嘅，其實 in fact 即係佢嗰個其實咧佢根本咧係變成一種運動添嘅。我聽你咁講，好似話佢係亞洲已經係一個運動嚟㗎嘛。
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？佢係一個智力運動，而家如果係定性去，即係譬如話政府啊，或者係呢個奧委會啊，咁因為點解咧？佢係已經係亞運嘅項目啦。我哋咧香港都好好成績嘅，喺2023年咧，香港嘅中國象棋咧係攞到銅牌。咁我有好多學生咧都有參加唔同嘅國際性嘅賽事啦，例如話去喺呢個23年啦，亦都係代表香港去美國休斯頓去參加。去到遠到美國都有人玩中國象棋，有。即係唔淨止係我哋華人嘅專美嘅，係冇錯。只不過啲華人勁好多，都推廣到去到海外。OK，等於我哋捉國際象棋一樣。OK，係啦，因為有好多外國人啦都好中意東方文化。所以咧世界賽咧係有歐洲嘅棋友啊，同埋呢個美國嘅代表啊，咁樣都有全球性嘅。只不過真係華人地區咧就厲害啲咁樣嘅。我知道你嗰個棋院咧，其實就唔係淨止推廣中國象棋嘅，你都會有推廣其他嘅棋，即係嗰個訓練唔同嘅棋手咁樣㗎嘛。係中國象棋啦、圍棋啦、同埋國際象棋啊，即係呢三大。係啊，冇錯。係啦，而三棋一牌咧就係其實係傳統嘅智力運動。三棋一牌就係頭先個三隻棋啦。然之後呢個牌咧就係講緊橋牌。橋牌好成績嘅，我哋喺23年香港咧呢個杭州亞運咧橋牌攞到金牌嘅。你點睇？其實譬如你用咗過去10年時間慢慢去即係培育嗰啲後進啦、啲棋手啦。其實而家即係棋藝發展喺香港好啊，中國或亞洲咧，其實佢係處於一個咩階段嘅？可唔可以分享下？其實咧我覺得發展係好好嘅，尤其是咧而家咧係都比較着重幼教啦，即係小朋友嗰啲教育咧係家長係會願意投放好多資源。同埋都係受到社會嘅重視。雖然而家都面臨好多唔同嘅挑戰啊，例如話出生率低啊。之前可能有啲叫做移民潮啊，或者係甚至乎係而家係即係一孩，即係雖然佢唔係一個政策，但係咧好多時咧都有個一孩政策咁樣，即係話唔好生咁多啊。呢啲種種都係觀念上、社會上觀念，大家